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面對逆境，我哋可以點樣自處？今日同大家分享唐代詩人陳子昂嘅《登幽州台歌》，學下點樣化悲憤為力量，跨越困境。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。呢一句詩表達咗詩人懷才不遇嘅孤獨同無奈，但正正係呢一種逆境，令佢寫低咗千古傳頌嘅詩作。逆境就好似一個特訓場，考驗我哋嘅毅力同決心，等我哋變得強大。詩人喺登上幽州台之後，遙想古代明君燕昭王，感嘆自己生不逢時，但佢並冇因此而沉淪，而係將悲憤化為詩句，激勵後人。面對困難嘅時候，我哋都可以從歷史中尋找力量，明白逆境係成長嘅必經之路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。詩人感嘆宇宙嘅浩瀚同人生嘅短暫，同時激發咗佢對生命嘅深刻反思。逆境令我哋更加努力追求目標，更加珍惜時間，唔俾生命留低遺憾。陳子昂嘅詩句提醒我哋，逆境雖然辛苦，但可以激發潛能。只要堅持，最終會跨越難關，成就更好嘅自己。如果你都有面對逆境嘅故事，歡迎留言分享。關注我哋，一齊欣賞更多古典文學作品。